喵喵喵喵喵喵。電視機仔咧喺邊啊？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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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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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喵喵。喵。前體箱係唔少人化妝嘅重要一步，消費者委員會就測試咗37款裝前體箱樣本，發現部分樣本可能會干擾內分泌。呢37款裝前體箱每支售價由108蚊去到995蚊都有。喺20款聲稱有防曬功效嘅樣本入面，17款顯示有加強肌肉胃酸原基己酯、莫乃酯同埋奧克立林，可能會干擾內分泌，而奧克立林亦都可能會令部分人產生過敏反應。另外之後，喵。追咗阿媽尼啊！下次買追咗阿媽尼先。喵。嘅 AI 世界新聞快訊，我係主持人小艾。呢個節目係由 ChatGPT 全程生成內容 Renis 製作出任何修改，充分體現咗 AI。希望透過呢個 AI 生成嘅節目，等大家親身感受下 AI 嘅威力。14號正式公布咗 AI 合成內容標識嘅新規定，要求凡係 AI 生成嘅文字、圖像、音頻、視頻等內容，都要喺適當喵。大家好啊 Brian 啊，今集咧就同大家去討論咧日本嘅千島喵。因為最近啊日本放送協會嘅報導啊講到啊日本嘅地震研究團隊啊去研究呢個千島海溝嘅時候咧，發現個氣學嘅震動或者個活動咧越嚟越頻繁。咁究竟邊個位置喺呢個千島海溝咧？其實就係而家北海道以東嘅海床位置。就係而家我喺畫面嗰度咧，用紅色箭嘴指住啊。其實呢個咧就係太平洋板塊同歐亞板塊
個非洲嘅板塊嘅最邊緣位置嚟嘅。咁你會見到而家個海洋嘅板塊咧，其實跌落去呢個陸積板塊嘅，即係呢度會不斷累積能量嘅。嗱，截至2024年嘅觀察結果，地震專家認為啊，呢個節目嘅部位咧越嚟越緊，似乎咧不斷喺度累積能量。佢哋相信啊，嚟緊啊有機會喺呢個位置咧引發黎克特制9級嘅巨大地震嘅，所以呼籲咧當地嘅民眾咧要防範特大地震嘅發生，同埋有巨型海嘯嘅。所以今集就同大家去剖析下，萬一未來嘅日子咧，呢一個千島海溝真係發生一個9級左右嘅大地震嘅時候咧，究竟個海嘯嘅波及會影響乜嘢地區咧？究竟如果去日本玩嘅，咁我哋又可以做啲乜嘢防範措施咧？而當地日本政府而家亦都有做緊啲乜嘢嘅應急嘅計劃咧，亦都喺今集嗰度咧同大家去討論一下。嗱，其實呢個北海道呢個以外嘅千島海溝咧，其實咧係17世紀曾經發生過咧9級嘅大地震嘅。嗱，你而家已經成400幾年啦，所以日本嘅地震調查委員會都講到啊，其實過往呢400年左右已經累積咗巨大能量。佢哋相信喺呢個千島海溝喺未來嘅30年內咧，發生呢個黎克特制8.8級或以上嘅強震嘅機率係由以往嘅評估係7% 嘅機率提升到去40% 嘅機率，即係咧好幾大嘅機率咧會發生呢個大地震。你亦都要知道咧，呢一個海床位置或者呢個板塊邊緣位置，即係呢個千島海溝咧，其實係好接近鹿兒島嘅北海道嘅。北海道就係大家畫面左都冇咩地方嚟，就已經係俄羅斯咯，呢度俄羅斯嚟㗎啦，已經。所以萬一呢度真係發生大地震，咁其實俄羅斯都會瀨嘢咯。其中咧就係日本東北邊嘅，係咪？喵喵喵喵。最指住你見到川島亦都係對近呢個千島海溝㗎，或者呢個太平洋嘅位置，所以萬一真係發生大地震產生巨型川島呢一啲嘅城鎮咧，就係首當其衝會遇到嘅衝擊嘅位置嚟嘅。所以咧，如果真係中意去日本嘅朋友，甚至北海道更加要留意今集所講嘅內容點樣防你咧去防止真係遇到呢個大地震嘅時候，你有啲乜嘢嘅應急嘅方法或者措施可以做咧？其實咧，而家就係主要係東北大學同埋北海道大學呢兩個機構組成研究團隊去研究呢個千島海溝嘅。其實佢哋自2019年咧已經喺呢個海底設置咗 GPS 嘅觀測點去進行調查嘅。結果顯示咧就係呢個太平洋板塊每年大概向西移動即係向呢一個嘅陸地板塊移動8厘米嘅。好多喎！8厘米唔好多，但係咁大嘅板塊攝落去呢一個陸地板塊嘅下面咧，所累積嘅能量或者嘅應力咧，其實係相當之大嘅。所以有專家認為呢一個嘅千島海溝嘅板塊運動模式咧，同當年2011年嘅311大地震嗰個嘅模式咧，其實係非常之相似嘅。所以佢話，如果千島海溝真係發生大概係9級地震嘅時候咧，佢嘅規模其實北海道會收皮。北海道至到成個日本嘅東北地區咧，都要面臨廣泛嘅海嘯嘅侵襲嘅。而專家亦都模擬咗呢啲沿海嘅低洼地區咧，嗰啲防波堤可能基本上係阻擋唔到呢一次嘅巨型海嘯嘅。再加上呢啲地區都係人口非常之密集嘅都市地區，亦都難以疏散。我仲諗住如果真係有9級，暑假想去北海道。日本東北嘅死亡人數咧，可能會接近20萬人嘅。哇，恐怖喎！團隊亦都講到咧，佢哋未來計劃喺呢個北海道嘅10勝外海咧，會設置更加多嘅觀測點去進行更加詳細嘅調查，去研究呢個嘅地殼嘅移動嘅模式嘅。根據2021年嘅報導如果千島海溝真係發生黎克特制3級嘅巨大地震咧，應該會有超過20米高嘅海嘯會襲擊北海道嘅東部嘅。例如面向太平洋嘅錦上添咧，將會出現27.9米高嘅巨大海嘯啦。而
村路咧，亦都可能係會受到20.7 What the 海 hell？嘯嘅襲擊嘅。而北海道亦都預計啊，將會有啊誒5萬人咧，因為呢個大海嘯啊同埋地震咧而遇難嘅。本州嘅青森縣啦、宮城縣啦，亦都分別有7500人同埋4500人咧 What 會遇 the 難嘅。而 hell？當中亦都估計啊，呢啲地區咧有超過84000棟嘅建築物咧會全部被摧毀嘅。而東北大學國際災害科學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富田文強亦都指出咧，因為2011年嘅大地震嚟而家已經過去咗14年啦，大眾嘅記憶咧亦都開始淡忘啊，所以佢講咗一句咧，提醒我哋就係、我哋咧係需要意識到咧類似嘅大地震咧可能會再次發生。並且提前咧去坐好好採取一啲嘅預防措施。俾爸爸坐，快啲。至於有啲咩預防措施同埋我哋嘅民眾啊，譬如遊客啊，去到有啲咩要預防咧，我一陣間稍後會再同大家去解釋。我哋而家先睇翻咧成個嘅地理位置啊，紅色箭嘴就啱啱我所講嘅千島海溝就係呢個北海道以東嘅，紅色範圍咧就係首當其衝嘅北海道成個嘅區域。咁當然北海道嘅東面咧係首次會受到襲擊嘅，西面咧叫做好啲㗎啦。咁所以如果你去呢個旅遊嘅時候咧，北海道嘅西面會稍為安全少少，但係都唔係完全安全晒嘅。一陣間我會再同大家分析。而南邊我用黃色圈住嘅宮城縣啊，啱啱都有講到啊，佢哋亦都係受災嘅圍嘅。不過咧，由於佢遠離咗呢個千島海溝少少，所以佢嘅受襲嘅嚴重程度咧，應該對比於呢個北海道嚟講咧，會稍微輕微。但係啱啱都評估到咧，佢哋都有4000至7000人左右咧係會遇難嘅，呢個海嘯。咁所以咧，你就會見到咧，原來成個嘅日本嘅東北邊咧，都係受到呢個千島海溝嘅威脅。咁當然到目前為止咧，啲專家都講唔到究竟邊年邊月邊日會發生呢個大地震，佢哋只能夠講個機率。因為我之前亦都做過一集咧，係講呢個臨界狀態。地震本身就係一個臨界狀態，佢不斷累積能量。只不過話俾你聽咧，大地震發生嘅機率會少啲，小規模嘅地震會多啲。但係一發生呢個大地震咧，我哋傷亡嘅嚴重程度咧係遠遠超越平時嗰啲地震，所以雖然佢出現嘅頻率好低，但係值得我哋去關注㗎。而而家已經話俾你聽啦，未來30年咧發生9級以上嘅大地震嘅機率咧已經提升到40%啦。咁當然你話係咪要去到30年之後唔一定嘅，可能後年，可能7年後，可能13年後冇人知。總之而家評估出嚟咧都係一個嘅機會率嚟㗎，呢個值得我哋關注。咁有人可能會會問啦，究竟今次千島海溝同之前所講嘅南海海潮有冇直接關係咧？理論上咧就冇直接關係嘅，但係可能有個關聯性，一陣間會再講嘅。因為南海海潮嘅位置咧係遠離咗呢個千島海溝嘅。我而家俾大家睇啦，千島海溝就係畫面紅色箭嘴指住，而黃色箭嘴指住呢個就係南海海潮啊。反而係日本嘅南邊，呢個太平洋嘅位置就係南海海潮啊。所以受襲擊嘅位置包括大阪啊、東京啊等等嗰啲位置咧，都係比較容易受到呢個南海海潮嘅。反而啱啱所講嘅宮城縣啊、北海道咧，就係考慮緊呢個千島海溝嘅危機啦。所以無論係日本嘅東北面定係日本嘅西南面咧，各自有佢哋地震嘅成因咧，係會對日本嘅居民咧構成危機嘅。咁當然唔係淨係日本居民，你亦都知道咧，每一年咧亦都成千上萬嘅遊客咧會去到日本唔同嘅城鎮去玩啊。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提醒我哋啊，呢啲遊客啊去到嘅時候咧有啲乜嘢要防範嘅。而上個月咧，日本地震局嗰邊咧，亦都咧重新評估呢個南海海潮發生大地震嘅機率啦。佢哋講到咧，未來30年咧發生呢個8級以上嘅黎克特制嘅大地震嘅。其實咧要去嘅地方唔係好大啫，頭先咪嗰個
扎房卡，我哋酒店嗰度嘅，行過嚟呢度10分鐘都唔使計。喵喵喵。日本千祈唔好喺酒店食早餐啊！去呢個花旗嗰度咧食魚生飯。喵，加油我哋11點㗎。到，已經係超爆多人。跟住就買完之後咧，係啊，可以入去8000蚊啊！即刻坐喺個魚檔中間食。4000yen最平就係一細啲嘅蟹，但係都唔似嘅問題，佢冇晒位要等半個鐘，即係最大問題。呢個秦皇提子啊，3000yen即係300蚊，香港賣幾錢咧？你留言話俾我哋知啊！呢個蝦無先我都賣喎，賣75磅。呢度基本上成個市場都係遊客區，全部都遊客。哦，嗰啲啊。呢個沙漠嚟嘅。頭先咧個海膽落嚟都好似唔係好靚喎，係咪佢又 OK 喎？幾少人哋先開始嘅。係好似麻麻地喎。咁都賣咗。同琴日嗰個壽司郎係臭臭地。呢個 OK。呢個我食好多。喵。係喎。喵。而家飯好食定三文魚好食啲？除咗蟹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嘢食，同埋呢個大扇貝。喵。係啊，全部都香港人同台灣人。全部都遊客嚟呢度。係啊，遊客記住呢度俾人劏兩下先。劏你嚟食啊！後邊嗰度咧就係二條市場，其實接住咧就係呢個李小璐步行街，就係札幌最多嘢賣、最多嘢玩嘅步行街。呢個咧就係嘅公仔店啦。你呢個咩公仔？呢個 Melody。好得意喎，Hello Kitty。我哋睇揀下邊個？喂，呢隻啦，中意呢隻。哇，好毛鬆啊！有 Miffy 喎呢隻，大 Miffy。喵。呢隻烏蘇學嗰隻。喂，毛鬆啊！你其實呢個啦咁。喵。點解佢咁嘅？坐㗎係嘛？喵喵。幾好啊呢隻！以前孖位嘅師傅。喵喵。哇！你係夾到喎，差啲。喵喵。冇力啊！好力嘅。喵喵。喵。夾個尾啊！而家撳落去，夾個尾。得個掛好似。你俾爸爸坐。哦。坐啦，一齊坐。錯。你夾有咩啲。要跌翻入。哇！佢使咗唔少錢。呢個好重啊！就得啦。哦。又動直翻。哦，佢真係去到第幾下之後，佢就真係會孭喎，個鉗唔鬆，好明顯呢下個鉗唔鬆。唔係啊，佢下下都唔鬆㗎嘛。哇！隔離有流蘇鉗啊！幾多錢啊？叫咗今次2500yen啊2500咁貴喎。2500yen呢個嘢。喵。 125蚊。喂，爸爸，我要電池佢。呢個嘢都幾重下㗎喎，自己攞呢邊咧聚住，玩支咁長出嚟，其實抵過2500yen咁大個，即係啊，2500yen即係82蚊，抵啦，有得玩。喵。喵。喵。你講咪得咯，係嗎？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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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你坐過嚟啊！啲因為啦。冇睇過 Coco 歌咯，我唔知會唔會彈翻出嚟。呢個香港咪有得食喎。冇錯㗎。好啦，買完啦，嚟到還車啦，收你啲行李，1、2、3、4、5、6、7、8、9，喵9袋嘢我哋有。你睇呢條友都幾大喎，坐喺度等。我又揾到個位喎，佢自己好嘢喎佢。喺新千歲機場寄行李，好嗱嗱聲衝入站喎，過去隔離國外線有成個大商場等你 shopping 啊！可以呢度有個拉麵到場，好多間拉麵可以鬧喎。呢個你睇呢個。喂，唔好咁樣坐啦，人哋坐唔到㗎。喵最尾我揀咗間白喵贊助，佢呢個最出名嘅味噌拉麵。係，我都覺得係偏鹹。食飽啲啦你。我哋最唔中意食呢啲麵，不停食。蛋黃麵因為。喵。大心，梗係啦，呢間係出名店嚟嘅，知唔知？呢一間呢度全部都係名店嚟嘅。佢係呢度咧拉麵度係全部開到最出名嗰啲，集合晒喺度。咁咧散招牌啊，即係政府搞嘅，呢個政府搞嘅美食餐車。10幾間，有成40-50間餐廳，黐線。你直頭嚟呢度食成日可以拍一條片啊！就喺呢度食幾間啊！唔係喎，你睇下而家8點啫喎，後邊已經收咗檔喎，而家8:03，見到啊？終了啦已經，8點鐘就終了啦，全部閂晒檔啦。唔做夜市。收晒檔啦已經8:04。咁夜晚嚟搭夜機咪冇嘢食。頭先喺小樽嗰度賣晒，竟然嚟到機場有得賣呢個梨桃。呢頭好似啲泰國人講嘢咁，我哋喺度見到好多泰國人嘅人，周圍啲人喺滑雪場又講泰文，喺小樽講泰文，嚟到機場咧都見到好多人搭飛機翻泰國，唔知點解。機場咧都好多呢啲拉麵賣喎，350 yen、370 yen 一個，即係你700幾 yen 兩個啦。咁我哋喺 Costco 咧係300 yen。呢個新千歲機場，全個機場最後一班機就係我哋呢一班機，已經係收晒檔。上咗飛機啦，翻英國啦。哇，好長喎應該。係啊，應該。邊個飛北去到？佢唔係坐 business class 咁貴點坐啊？喵。喵。喵，做咩啊？發生咩事？好變啊！
peanut.